基隆八斗子火力发电厂正在动工，将在建筑师林周明手中变身海洋科技博物馆。我要把这个地方的起始点拉回历史。以前的火力发电厂是要带动能源、带动经济，现在的海科馆是记载海洋。不然奠定台湾经济发展的建筑物被拆除，林周明肩负使命，决心捍卫台湾与海的故事。当然不要拆，当然应该保留。所以这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历史跟未来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更正面的回馈。保留2排铜柱，用现代建材做延伸，长200公尺、挑高32米的长廊，要让人犹如置身海底。我已经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未来的美。浪漫遇上成本现实，林周明花了8年时间和时间、预算和制度抗战，坚持高规格之上不妥协，承载历史也是建筑师的自我期许。我越来越相信那句话，就是你的确是到你退休那天，如果你有一个作品你很满意，你算是幸运的。参与并成就集体，海科馆将延续再生，回馈土地。所以这个8个馆，然后诉说着台湾海洋故事的建筑，我们还要等多久呢？还会动旧吗？还会很久吗？其实不会，大概在2年。谋案掉啊，没那么快，还2年，再加上之前6年的时间，这真的是8年抗战啊！但是值得，值得。经典建筑绝对有它的故事，它的生命力。海科馆要传递的意象，或许就是留住根本。一夕之间，一念之间，可以摧毁殆尽的火力发电厂，留住，就有机会连接未来希望。韩国一种旧模，无案架；韩国一种旧模，无案架。